是刘兄。是非不明的人，但是我是冒着性命的危险走来这看你。你已经看到我不是真好，我的伤痕差不多完全拢好了，而且嘛会用得紧转去。好家，真心话来话，坦白甲我讲好。你若从来拢对我无感情，是安怎你要深夜进入家路解救我？甚至我要向丘老大戳破你的身份，害你死。你还阁肯原谅我？你刺伤你家己，把我夺走，敢讲这不是为着爱，为着情深？
李行尊，赶紧倒去，我真担心你受犯并发现着。好，我走。杨哥，我要甲你讲一样代志，我并无亏欠楚江云，总有一天，你就会明白真相。原来柳松天就是叫做夏小鸟，想袂到会互我发现到这个大秘密。永安这段路我无白行呀。伊是你暗算？是啊，我若无将伊暗算，免哪会用？伊是阮阿舅派来干涉，而且已经听到你全部的秘密。搁再讲，伊也知影你的真名正姓，叫做夏小鸟。水莲河竟然会在刘府停留了将近2个时辰，伊到底是为着什么代志？要冒这么正大的危险去见柳松天呢？莫怪阮阿舅伫咧掠袂着夏小鸟，伊伫咧做丞相的贵客，伊是要去倒位掠的？莫怪阮阿舅伫咧掠袂着水莲河，原来伊是秘伫咧山西武林名著楚江云的厝内。天亮，你拍算要安怎样？安怎？你化名来遮，目的是为着要替父报仇。虽然我用你无甲丞相告禀，也毋过我总会甲阮阿舅讲一声。你无可能会安尼做，哦，如果你若要泄露秘密，你那着杀人灭口。你倒也真了解我怎样。夏小姐，你爱知影，假使这件代志若是互丞相知影者，不但你无法度通我替父报仇，就是连楚江云也难逃抄家灭族之罪。还阁有迄个对你痴心痴意的水莲河。同款也是落网之鱼。你到底是要讲什么？还没讲嘛？讲到弯弯歪歪，我根本就听拢无。你哪知影我有话要甲你讲？你要将这个秘密当
当做条件来交我，敢会我猜唔对？无毋对。虽然我是对克鲁台忠心耿耿，也毋过，若是甲我的终身大事比起来，迄当然都爱牺牲伊咯。你想要？我会用替你保守秘密，也毋过，你着爱甲我成婚。安怎？你肯答应？安怎？毋甘离开水莲河？拄则我听你咧讲话，拄也真成一位正人君子，声声句句叫水莲河，都爱嫁互楚江。敢讲你即摆咧后悔啊？我对莲河是真情，真情并非要强见证。相恋不良，愿明定，情重可比你我命。你既然对伊啊是真情，用比你不忍伊纵生。分事你到底是肯不肯，也坦白一句，说分明。并伫对你无真爱，苦苦别分，为何来？我含冤假恨，哪有假爱？你若不答应，你会何在？哈，逼逼的阮啊阮啊！铁汉了，你甲所有查某特别拢无共款，向甲连自己终生的幸福，你就无要讲。我有讲过，只要我想要爱的物件，就是讲会牺牲一切，我也会想办法甲伊得到手。你若是讲，互我得袂着手，我也绝对袂去互别人得着。若有别人摕去，我甘愿将伊毁掉。英国首相，阮阿舅已经将乌依林掠着。人是都一样。乌依林虽然是掠着，也毋过伊的轻功真好，差一点仔就互伊走去。加在我拄好赶到伊，我就用镖甲伊拍死。一旦人甲掠着，
死活拢是共款，我就放心啊。来人啊，将奸细的尸体讲出来。这个吴依林到底是什么人？伊是着林中的人，也做过山贼。这一摆可能是互人买收，才会要来行刺成相。这个人甲看起来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安怎样会武功这么好？成相，伊武功虽然讲无真好，也毋过轻功确实袂歹，所以每一摆才会拢会逃走。一旦人甲死，老夫就放心。来啊，跟走。是。虽然本来故意无掠到水莲河，也毋过已经将吴依林治掉，也算讲入了大局。希望丞相会当将3天的期限，搁再关联一段日子。这好，什么好？小下仔，本来老夫限你3天内爱掠吴依林水莲河，你若是做袂到，老夫要甲你免职。既然限令甲安尼讲，老夫就过互你宽安10天，一定爱甲我掠水莲河。嘿，是，多谢丞相。老夫甲柳大爷也好，要行去。若无啥物重要的代志，唔通去到书房搅扰啊。是。阿玲，自己是你杀死的？是啊。为啥样呢？阿姑，我是惊你用免职，所以才想讲要找一个青云人做替死鬼。拄好去撞着机器，我就将伊抬死，将伊打扮做吴依林的模样。已经甲你斗3天啊！哎呀，你还是误着我的大事咯。哦，是啥物大事啊？自己甲江南柳家真正熟，所以阿舅啊叫伊要去辨认柳松天的真假。你将伊杀死，你敢是误着我的大事嘞哈？毋过我认为讲会当保住阿舅你的荣华富贵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事啊！你一直怀疑讲柳松天是吴依林，但即马吴依林已经死啊，丞相也袂搁再怪罪你啊！你若讲柳松天伊是毋是冒充的，这甲阿舅你完全无关系啊！这个你爱较细腻哦，外口司马侯有派足侪兵马伫咧等你，你处处爱较细腻哦。我是安怎都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见下侯将？小姐，你都爱将下药公主甲伊放互袂记。人楚公主嘛是一表人才啊。假使讲你若叫夫人专人去找，嘛无拄拄讲会找到像这门的婚事，比这门搁较幸福美满啊。你错误了。真情的真爱。水
水讲呢？楚公主，我拄仔伫街上探听到一个消息，我的确是你最第一关心的哦。哦，是毋是司马红又搁想讲要逼我出面？毋是，天下第一侠柳松天已经甲铁汉英定亲了。